这个疫苗阁有好消息哦 ，BNT 疫苗55万剂，透早5点10分运到台湾啦。这批嘛是第一批为台湾客制化标签的疫苗，拄则阁有65万6千剂 AZ 疫苗嘛运到台湾咯。卫福部长陈时中就广播节目讲，目前全力要来拼疫苗的覆盖率，希望到双十节会当提悬到60%。这个疫情的境界是毋是要来降级咧？讲爱个观察。天要白光，台湾就收到大礼，头一批客制化标签 BNT 疫苗总共55万剂，今仔日透早5点10分就运到台湾。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嘛发文章讲，刷落来一礼拜阁有2批疫苗，明仔60多万剂，阁有估计10月初4 20多万剂，总共140万剂。甲中秋了后2礼拜的量拢补起来。卫福部长陈时中上公布节目，感谢民间的力量，嘛讲到这批 BNT 疫苗的分配。整体的策略上，就是 BNT 都打第一剂，然后 Moderna 或者是 AG 进来的，这个打第二剂。第二剂，这是一个确定的。对，以目前做这样的安排。那高端呢？高端的我们大概就是会1、2剂并行。那是 BNT 疫苗有好消息，陈时中嘛讲，今仔日下晡有一批65万6千剂 AZ 疫苗运到台湾。另外嘛讲到国产疫苗目前的生产率增加真济，200公升的发家槽通过检验，政府总统嘛拢用行动表达支持。连部长家己的太太和囡仔拢是注高端疫苗。我太太跟我小孩都打的是高端了。是你逼他们的吗？没有。自由选择。是高端疫苗的抗体议题一直受到考验，国际承认的机会可能性更有悬。这个所谓免疫桥接的一些相关的建议，跟我们原来的EUA 的免疫桥接的方式都很像。那因为高端做的方式跟国际现在大家慢慢认可的这些方式是相同的，那所以将来它获得国际上承认的可能性高。目前全台要拼双十节将疫苗的注射率提悬到60%，民众嘛期待疫情境界敢有可能搁降级。降级大概我们达到60%就来降级，大概以现在的概念来讲，大概不会那么快了，可能还要更高一点。不管敢会搁做降级，双十连假台湾一定搁有真侪人出去佚佗，嘛会搁互疫情受到考验。